好，来继续来看太阳花女王刘乔安日前伫美国被逮捕，因为伊牵涉到侵占、诈欺、毒品罪。2019年被通缉进前，走去美国，在美国的期间嘛继续来犯罪。伊为美国寄毒邮包古柯碱到台湾，寄1.5公斤，市价超过1000万，相当的惊人。台湾甲美国两地警方合作，总算甲逮捕归案。 挂喙暗等头离开，太阳花女王刘乔安涉案这摆出入法庭。谢谢法官今天的裁定，然后对所有的判决都会服从，然后照做。2016年因为涉嫌犯妨害风化，刘乔安一审判6个月，假罪2年。当时佮感谢法官宽容，审到刑期1个月。2019年5月，伊就提免签飞到美国。 通缉走到美国这段时间，刘乔安伫咧讨论看日出烟火，直直伫咧社群网站甲人点，日子过甲真好如。不过，特别去遣送回来，买面对闪避真侪年的司法定数。有从事一些涉及不法，包括说像毒品案件之外呢，他也有一些民间的友人或是乡内友人给他一些资助。 2020年7月开始，伊叫共犯用6招3块高铁盘做暗号，将毒品装伫咧国际包裹寄到台湾。刘乔安嘛发出每100公克2000块美金，叫人送过来，特别1.5公斤的高可碱是大家要清挂班。在美国的时候，他们说用这个就绝对不会喝醉。 所以我一直拿它来醒酒。2019年，刘乔安公开直播，讲家己是为着解酒减肥者目着毒，想不到走路出境去通缉，嘛是继续伫咧学派。刘乔安有侵占诈欺毒品等5案件，去花莲台北、桃园新北和树林地检署发布通缉。今年2月伫咧美国去抓起来。 要因为人生个真水，名声撑起来。进前美国打球非法移民球抓起来，两支手球扣起来，人看起来失神落魄。刘乔安上紧伫咧后个月对球抓转来台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